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农委会推出着绿色照顾计划，成立着照顾站，帮活动、帮课程，让长辈生活袂无聊有趣味。日前这个台南的7股农会嘛来成立着照顾站，目前台南市已经有5间的照顾站了，讲未来要阁继续来设。 人口老化是目前农村重要的问题。7股区嘛达到高龄社区的标准。7股区农会嘛向农委会争取经费，要设置绿色照顾站，透过多元的活动，丰富时代日常生活。政府即嘛有即地，阮就讨一寡讲，日时甲遮老人在咧遮举办活动，啊中昼顿好食食的，啊晡时啊搁较载动去，互因休困。 计划内容除了固定公餐以外，嘛举办多元的活动，包括手工艺嘛和幼稚园合作做花种菜等等，让农村时代生活更较健康趣味。结合我们在地的食材，像我们七股有名的就是红葱头跟虱目鱼，还有那个洋香瓜这样子。对，那我们都会把它融入在我们的课程里。 除了7股农会，台南市已经有5间的绿色照顾站，让可怜的农民拢会使得到上完善的照顾。